今天让我有机会能够在史珍宝以及杨玉仙他们的婚礼上能够来主持。首先我来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叫杨世忠，爸爸是汉族，是云南人，我妈妈是傈僳族。那么现在我的职分是牧师，我照顾10多间堂会。那么刚才这一位呢，他是在这边的传道人，另外一位呢是在这边的传道人。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郎新娘都认识了啊，就是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另外2位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位他一下为我们做这个训练，一位呢刚才已经读经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一般来讲，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是在教堂里面结婚。第二呢是用这个基督教的仪式。第3呢是要牧师来为他们证婚。但是例外，就是说如果是基督徒没有结婚之前2个是同居的，或者是在结婚，一个是已经结过婚一个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再婚，已经年龄大了，我们呢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在教堂里面结婚；第二个呢，不用基督教的仪式，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仪式，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新娘的爸爸就带领新娘来把这个交给他。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宣誓啦，还有各种比较会长一点。那么第3呢，我们牧师不正道。通常呢，我们牧师穿这个牧师袍来做正道这个是3个原则。因为今天呢是新娘是基督徒，那么新郎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结婚典礼是用这个我们叫维民的典礼，不用阿卡族，也不用傈僳族，什么族都不用，我们叫维民的，就是普遍我们所使用的，所以会有简便的，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关于结婚那个第一点，婚姻3不可，婚姻3不可。第一个，不可以离婚，因为夫妻结婚是神所设定的，并且是基督徒很强调的，就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第二呢是要一生一世，不能够结了婚2个相处不好或者有点争执就要离婚，不可以。它是一生一世的结婚是。第3个是一心一意，比如说我们只管地，我们已经买了，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是我们的地，我们要在这个片地，不要去看别的地。就是说通常我们呢认为自己的马好，别人太漂亮，不可以了。就是我们结了婚，你怎么下功夫都在自己的丈夫头上下功夫，也在妻上下功夫，不可以离婚。所以我们强调不结婚之前要仔细的看。我们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像打箭一样打出去就不能够再回头了。到中途说哎呀，就打那位打父母不知道他脾气是这样，不知道，不可以的。对，不可以离婚。第一个不可以离婚，第2个不可以娶姨太太，不可以有小三，也不可以有婚外情。所以结了婚呢，我不可以再讨姨太太，我也不可以有小三，也不可以有婚外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别说去娶过来就是你想都不可以想也是犯罪的。所以基督徒很强调，我们不可以有小三，不可以有姨太太这个是我们很强调的，这个不可以。第3就是不可以动粗，不可以动粗第一个是口头上的粗，就是说我们结了婚免不了有一些我们会争执会有点吵架但是绝对不可以骂架。什么叫动粗呢？就是我们骂这个脏话，就骂这个低级的话，不可以乱骂。另外呢，也不可以揭对方的疮疤，对不对？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完整的嘛，你不可以去揭对方的疮疤，不要去踩别人的底线有别人的底线不要去乱踩，你知道也不要去揭他，不好。另外呢，如果吵架呢，
我们必须要五不提。第一个，吵架归吵架，不要提别的爸爸妈妈。一吵架，爸爸呀妈妈去吵架，这个丑话来了，不可以啊。第二个呢，不可以提别的这个家族啊，比如说两个好啊，你个姓史的了，你这个姓杨的了，绝对不可以。吵架归吵架，不要提到别的家族里面去，不可以的。第三呢，不可以提别的民族，对不对啊？比如说啊，你这个汉族啦，你这个哈尼族啦，不要了，吵架归吵架了，要提这个民族，我们是忌讳的，要去提这样了。另外呢，不要提别的宗教。好了，昨天我问了一下，史先生他说他是无神论，说吵架时啊，你个无神论啊，不要了。他也不要说啊，你个基督徒这样了。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是很忌讳的，不要提这个宗教。第五个，不要提别的国家啊，你这个中国人啊，你这个泰国人不要啦，对不对？吵架归吵架，不要提叫中国人了，什么泰国人了，不要，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是三不要啊，三不要呢。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道德三好，道德三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义人呐。三好人，第一个要做好人，叫做好男人，叫做好女人啊。所以呢，我们很注重的基督教注重的什么？外表表里一致，你外表怎么样，里面也是怎么样。不要说我外表的表现给别人看的另外一样，我里面存的又是一样，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看过我们的平常的外表怎么样，我们里面也应该怎么样。第二个，我们呢，人前人后必须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人前的时候我就装这个样子，人后的时候又是个样子。我们的普通话说，我们有个面具啊，没有结婚之前有个面具，对不对啊？到那个时候面具一拿掉，不要了。我们人就说，我们要人前人后都要一样。第三个呢，人前还有神前，上帝面前要一致，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看顾我们，不但看顾我们的行为，看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理念，神全部都看顾，我们不假装不了的。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不可以欺骗的，他全部都知道。所以说，我们说是好人呐，必须要在上帝面前你是好人，那个真的好人呐。普通一般来讲，他很好，说不得，对不对啊？到神面前他是好的。所以呢，我们要道德三好当中，第一个要我们人好，第二个呢，因为今天呢，好男人不一定是好丈夫，好女人不一定是这个好妻子，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结婚以后要做好丈夫，要做好妻子啊。圣经告诉我们呢，男的是头，男的是女人的头。说这样是头呢，他有他的想法，他头比较硬，不一定要听太太的，因为他如果自己什么都听太太的，他觉得看见没有这个理念，他没有个性，他根本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做不了这个领袖。所以呢，基督教很强调说，丈夫是家庭里的领袖，家庭领袖呢，他要爱这个妻子，要爱她，让妻子常常的有喜乐。如果做一个丈夫，自己的太太他都不爱呀，太太随时愁眉苦脸的，不有喜乐，说明做丈夫是失败的丈夫。另外呢，太太呢，我们必须要保护太太。对，不但不要给人欺负她，我们要保护她，我们自己更不要欺负她。如果我们自己做丈夫的，自己太太都那我们都保护不了啊！我们做丈夫的，你的生意怎么做得好，你怎么做得成功，都自己的太太啊受了委屈，被别人欺负啊，你不是个好丈夫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家庭啊，我们要负责任。结了婚，家庭，我们做丈夫的是头，我们要把它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啊，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他不负责了，丢了，结果太太你这个孩子自生自灭，这个是基督徒是不可以的。就是你做丈夫结了婚，家庭呢全部要负责，所以呢做头做领袖。关于太太的呢，她要尊重丈夫。不过丈夫好与坏，
啊，还是聪明理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头。你怎么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尊重这个丈夫，要尊重丈夫。如果你的丈夫你都不尊重啊，你要谁来尊重啊？我们叫水彩船高啊。如果你尊重丈夫，丈夫是个村长，你就是村长太太；如果他是县长，就是县长的太太。如果你把丈夫抬在脚下，你要别人去尊重他，帮不了的。所以一定要尊重你的丈夫啊。第二个要顺服。顺服呢，就是说不是无条件的顺服，就像一个村长，我们是副村长，我们要帮助这个村长。如果他说这样的对的话，我们也去支持他；如果是村长决定错了，我们就也不必去帮助他。比如说做丈夫的，他要喝酒啊、抽烟啊、赌博啊，对不对啊？如果他做错了，你要去对付他，不可以。所以你们在泰国里面可能看到啊，有些人贩卖人口，丈夫贩卖太太有份。我们做毒品，丈夫做毒品太有份。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可以。丈夫我们要支持丈夫，但是他做对了，我们要全部去帮助他。如果他做错了，我们要去这个去警戒他，帮助他。啊，另外呢，我们对这个丈夫，刚才我们读圣经说。那人赌经不好，我要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靠这个夏娃去帮助丈夫，第一个要帮助丈夫的本人，他的个人。所以丈夫他有优点，他有缺点，所以缺点我们必须要包容，但是他的优点呢，我们必须要扶持他。如果做太太的，如果他帮不了丈夫，他是失败的太太啊，这个贤妻良母，对不对啊？你做太太都帮不出去的丈夫怎么成长？你是失败的。第二个呢，要帮助个家庭，因为丈夫要做其他外面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工作啊，要打扫啊、洗衣服啊、管理小孩子啊，需要是太太的工作。如果是丈夫还有为你这个洗碗啊，看起来很好了，为一个丈夫回家就把你洗碗啊、拖地板啊、这个洗衣服啊就不对了，让他去做大事，家庭的事情、管理小的事情是太太的工作，太太必须要负责啊。另外，所以呢，就帮助丈夫呢，第二个要帮助家庭，第三个要帮助丈夫的工作。因为丈夫要帮助他的个人，要帮助家庭，让他这个实际后顾之忧，要帮助他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得起来是我们的太太的。如果三样都做不了的话，就好像我们这个村长啊，我们是村长，我们帮不了村长，或者我们助理领袖帮不了领袖的带领的话，是我们的失败。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关于。另外呢，我们说是道德，还有呢，很多会做好丈夫、好太太，但不一定是好父亲、好母亲，因为圣经很多的例子，他本身好，一结婚就变不好了。跟做丈夫、做爸爸好，他自己做这个丈夫很好，做太太好，但是有了孩子他管理不了了。像我们前面看大卫王，圣经大卫王很棒。他能够带领这个国家什么，就是管理不了这个孩子啊，所以说失败的。一个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这个孩子都管不了，让孩子失败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带领孩子不及我们的话是这样，像我们是这样，超过我们是这样，我们都希望这孩子栽培他、带领他能够超过我们，如果超过不了，就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带领孩子这方面呢，很重要。第一个是榜样，因为小孩子就学习我们的，学习爸爸妈妈，我们有好的榜样。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常常喝酒，结果他孩子喝酒，他来告诉我说啊，牧师啊，请爸爸妈妈教我的孩子，叫他不要喝酒。我说你喝酒，你的孩子没有法教的，你什么时候把酒戒掉，我会教。所以你们要好的榜样，对不对啊？这个榜样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榜样，我们在孩子面前不要吵吵闹闹的打闹闹的不可以。
列在各有国各方面呢，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我们一定要做好的榜样，做父母亲第一个要做好榜样，第二个要教导孩子呢，因为我们看我们做什么树不管了，种树你要施肥，要浇水，最主要的是什么？要那个除那个杂草，还要修剪的。我们的树如果你不修剪，它怎么都好不起来。特别我们中国对不对啊？在那边在农业方面发达，因为你施肥要施肥的当，不要过分，不要给这个水多了啊，肥多了啊，你不修剪它，这棵树不会结果子的。所以今天你们来到我们泰国，特别就在清迈那边看到我们的这个荔枝树啊、龙眼树啊，一定要修剪的。你不修剪，它的树大，只是说叶子好，但是不能够结果，一定要修剪啊，一定要修剪它。第三个呢，我们很强调一点，就是管教，他不听话一定要打他。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在打孩子啊，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说，因为我们不是随便打，应该打的时候你不打不行，我们要责备他，我们要罚他，如果他过分，我们要打他。今天我们泰国啊规定，学校老师不可以打人的孩子，家庭爸爸妈妈不可以打孩子，所以练得很快。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孩子这边呢，红头发啦、白头发啦，这个男的出了很多啊，不是爸爸妈妈不想管，问题一管过分，政府就来干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基督教教了一点，必须要管理的孩子啊。如果我们做父母亲最失败，不是事业的失败，最主要把孩子栽培不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啊，这个第三一点呢讲，就是讲到我们的伦理三值。我们对上面我们有爸爸妈妈，我们必须孝，我们自己是夫妻缘啊，是缘分。第三是还这个儿女在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父母亲呢，把我们养大，对不对啊？还给我们受教育啊，把我常常看那个中国这些很多叫拉扯大，对不对？如辛如苦啊，对不对？把它拉扯，它真的不容易啊。大了结了婚以后就不理爸爸妈妈不行了。所以呢，我们基督教的孝，第一个是爸爸妈妈的名誉。如果是两个孩子在那边吵吵闹闹的，让我们这村子听到说啊，你的儿子、你的媳妇在那边吵闹了，爸爸妈妈的名誉受损，就是不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要记住，不要让爸爸妈妈受羞辱，不要让爸爸妈妈的名受损，这个尽孝。第二呢，不要爸爸妈妈难过。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在泰国少数民族去做毒品，结果被关起来了。他的目的是让爸爸妈妈能够享受啊，结果被关起来，爸爸妈妈他睡不着了，他有肚子这么瘦，睡不着，肉他吃了其实没有味道，所以呢，让他的妈妈的心里受伤啊，让爸爸妈妈难过就是不孝，让爸爸难过就是不孝。另外一点呢是生活方面的，所以呢我们基督教。中国人说是养子防老，基督教就不要，不是养子防老。我们养孩子，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我们为上帝而养，为他而养，不是为我们自己养。如果我们为上帝为他养了，他自己会报答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彩礼，我们就没有。看我们南方能够给多少你就给多少，他不要彩礼。但是我们有个责任。就是要对爸爸妈妈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负责任，要帮助，不是要他有多富裕，最起码他的生活要过得去。我们结了婚，不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的生活都过不去啊。我们有名，我们有利，我们赚很多钱，有什么意思？所以孝敬爸爸妈妈，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对上帝，对我们人呢、我们中国也强调啊，官上孝为先，对不对？基督教也特别强调，对我们世人呢、最主要就是要孝敬爸爸妈妈。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孝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官上孝为先，所以孝敬父母亲，他们的给他这个生活各方面的应该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
我们结婚以后有工作的这个捆绑，很多事情我们来不了，但是要打电话常常来问我爸爸妈妈你好吗？你告诉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好，让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结了婚呢，电话也不打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的健康情况你不知道，家庭状况你不知道，我们的状况也不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就是比较，所以这方面合作很重要，孝敬爹妈。那么是男女方面呢，夫妻缘呢，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因为我做帮这个学生中心，现在我们很多太受这个学生啊，我们现在有140多个学生教导学生的时候，就说如果是结婚、谈恋爱，第一个两个在一起有幸福吗？就说有快乐吗？能够释放自己吗？如果两个在一起，他不能够快乐，还有拘束，不能够释放自己，不快乐的话，所以婚姻有问题。婚姻两个在一起，必须要幸福、有快乐，要有释放自己，对不对啊？这是夫妻这个原则。第二个，有保障吗？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学生呢，属于结了婚、离婚了，结了婚、离婚了，说明呢婚姻没有保障。所以呢，最主要两个呢，双方都要什么？都有保障。除了史先生以外，如果你遇到比他更英俊的，如果遇到比他更能干的，遇到很有钱的，不要变心。你做得到吗？你也是一样啊。对他，如果是他妈妈结了婚这样啊，如果结了婚他发胖呢，对不对啊？如果比他漂亮，你怎么样会动心吗？就说不要。你们现在已经决定了，要两个还要有保障。结了婚要有保障啊！今天很多人结了婚没有保障，都很麻烦啊。第三个要有前途，所以不是想结婚就结婚，不是的。我们结婚不是谈感情，不是心啊，要有个理智说，我结了婚，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的有前途吗？我们的学生很多碰到他说离婚了，碰到他的有2对夫妻啊，有孩子了，结果在穷村的在山区上了，没有前途。哎，当时有几对来了以后，哇，有车，这个还有家一起来了，他们有前途啊。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的目标有快乐，有幸福，有保障，还有前途。希望5年后、10年以后、15年以后，最起码有车，我有自己的家，对不对啊？我们有前途嘛。这是我们的夫妻缘。儿女方面呢，我们叫儿女在，所以呢，我们对儿女啊，今天我们可能泰国人啊，就把这个钱给儿女了，说儿女到6年级初中了，因为我们现在地价很涨价，把他们卖掉，给我盖了很大的屋子，卖掉摩托车，不到10年全部光了。当然给产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供给。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华人呢，注重是教育，教导他是读书多了，真的很好，但是读多了个道德败坏了，身体不孝敬爹妈了，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基督教第二很注重的是，我们叫什么？我们是在宗教方面，我们叫灵育，必须要认识上帝。我常说，第一个基督教很注重，第一个爱神，第二个爱太太，第一个爱神，第二个是爱这个自己的儿女。因为谁在我们心中说第一的时候，我不敢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是怕政府，今天很多人做毒品，加盖点车有了，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我也想啊，我不敢吗？我怕警察吗？我不怕，但是什么？我爱上帝，我怕上帝免受损，我怕上帝，我爱我的上帝，我怕我的上帝，所以我不敢去做，我不做不怕警察。所以呢，一定要把上帝的这个地位，我们很注重的信仰。如果信仰它牢靠了，道德没有问题；如果信仰不牢靠了，道德就上都有问题。第二个，我们叫德育，我们很注重道德，就是说品格啦，教他做人，教他做男人，教他做女人。因为今天啊，我们很多的失败就是不能够教导孩子做人。不能叫他做男人，所以我们泰国的人要多得不得了。不能够叫他做女人，所以啊，
就变成我们的同性恋合法化在泰国啊，特别是台湾，两个男结婚，一个是丈夫，一个太太，你或者结婚，同性恋合法化，婚姻合法化。我们泰国虽然是有同性恋，但是婚姻不合法，所以我们都懂得教导。我们中医很注重这方面，但去叫来啊，还有2个人，明明是女的，现在一出去，头发短短是男人变男人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环境，泰国的环境影响他，后面的环境影响他，所以我们说爸爸妈妈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做人，道德方面要注重道德方面，叫他做男人，叫他做女人。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教育方面，我们必须要付出啊。还有呢，我们在体育方面上也要小心，让他有健康的身体。今天呢，我们泰国常常讲一句笑话，说是爸爸妈妈欺负我，多面狼给讲，爸爸妈妈欺负我，为什么呢？因为偏偏给他吃啊。今天你看，养猪的不敢吃猪肉，养鸡的不敢吃鸡肉，这个种水果不敢吃水果，种菜不敢吃，为什么呢？它有毒嘛。所以你看我们曼谷啊，现在有40%了，10个有4个人发胖，给他吃猪啊、鸡肉、牛肉，胖得不得了，结果那老胖妈的。当他到30多岁的时候，没有人敢追他；到50、60岁的时候，病来了，糖尿病、这个血压高，还有那个胆固醇来了。为什么呢？他会怪妈妈说：“我小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教导我，为什么不控制我，让我吃的肥的像猪一样？现在有问题来了。”所以呢，我们有孩子，我们必须在体育方面好好的栽培他，但是不要吃的太乏肥了，要有健康无忧的。最后最主要一点是婚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一句啊，婚姻是我们的开始，婚姻之前我们怎么有幸福？婚姻我们怎么？如果是我们婚姻错了哈，就一辈子都没有幸福了。我们之前怎么幸福？或者结婚结错，一辈子都没有幸福了。所以我们很注重婚姻，所以爸爸妈妈就留意，他能为他祷告，帮助他知道他有个能够希望有一个好的对象啊。希望今天来到这边的话，也对我们的基督教各方面多少有点认识。好，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是为他们来，你们站起来。我们这个不是叫证婚，我们是主持婚礼哈。现在呢，你们2个有没有这个交换戒指？戒指。起来。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借着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创造我们人类，并且给我们人类设立了婚姻。我们为着史珍宝还有杨玉轩来为你感恩，因为你让他们2人能够彼此相识、彼此相爱。今天能够在你自己的面前，众弟兄姐妹的面前，相亲会友的面前来成为夫妻。求你在他们当中做见证，并且与他们同在，赐福给他们，恩膏他们，赐给他们有爱心，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他们在恩典中成长。特别为着预先来向你仰望，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他说圣经所教导的，让他能够在这个品德上，在行为上来感动这个珍宝先生，让他从这太太身上能够看到你自己，以至于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来接受你做他们的个人救主。也为着我们的珍宝先生来仰望你，因为他不认识你，在他们结婚以后就与他同在，感动他，
让他真的来认识你。求你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来居首位、掌望家，帮助他们能够在恩典当中长进，特别赐给他们有清晨的后裔，让他们就像他妈妈一样，能够认识你、敬拜你，让他们世世代代都有你的恩典。求你帮助他们，我们恭敬的将这一对新的夫妇来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请坐。6了，6了，你就。